大家好，即摆要讲的这个字，汉语拼音我，公允、急允、允会、乌、确切、恶文读、恶，白读是着读恶，说文解释是灌溉灌溉的，泥鸭下水握拳显出就是泉水从上面落下来这个握拳显出压转滚出滚出，举例浇花压血浇水压水这集先讲到这点，有无有啥看法？伫评论区帮我指正者，感谢。